前我们的位置是在这边，污染消防在这边，污染消防在这边，然后失踪的光点坐标大概是在新北跟宜兰交界的部分。那我们目前有2个，一个是先遣部队已经从统后步道这边要走到这里，但走过去预估要4到5个小时。另外一个点就是，直升机我们已经清好一个起降场，乌来综合运动场就在这分队的附近而已。那我们有另外准备一组人在那边待命，如果直升机过来就可以从乌来运动场这边，然后直接开到现场，或是说他们要后送可以开到这边，直升机可以到这边来做后送。那我们目前人员呢，一共有151个人在现场待命，那现场呢就在先遣有30人在因为部队在那边，那起降场有9位，那包含有会带空拍机，到时候可以从2个人一起到现场，然后用空拍机在那边。那我们已知的资讯是原来有13位失联，目前还有2位失联，有11位有知道，这是军方给我们的。可以后退一点吗？这个声音可以哈？可以，来。是啊，现在你所掌握到的消息是。目前在我们新北来消防团队，我们的消防局的军方成立了特殊单位，在一早已经派了30个人进到这个失事的地点。那因为从这个来要走到破溪那个地点，大概要花3、4个小时时间，这目前还没有找到。那当然，宜兰那一边消息，他也搜救，他也进到山区里面，那2边就同时进行了搜救。我们乌来的国小清出了一个平飞机一个场所，准备后送的抢救的，我们已经准备了22个特殊人员在那个地方待命。找到地点，可以立即从我们乌来的国小马上直升机起飞，降落到地点，直接来抢救这些烈手救援。那目前整个状况，我们新北市这方面全力支援配合警方来抢救，一切以警方的宣布为最重要的信息。那我们这边虽然直接间接不到，他们也告诉我们信息，比如说有的报告内容里面说有11个是安全的，还有2个目前是失踪。那详细的内容还是机关的协调最主要的依据。那我们这边做好准备，而且已经开始行动了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把所有人员都能够抢救。